大家好，我係1E班李偉章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後羿射日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李偉章，你喺度睇緊乜啊？我喺度睇緊後羿射日，你好似好有興趣咁，不如我帶你去睇下啦。喺遠古時代，天上面有10個太陽，佢哋每日都輪流穿越天空，照耀大地，將光同熱帶俾天下嘅老百姓。但係10個太陽開始唔中意個生活啦。點解我哋要輪流出去啊？點解我哋唔可以一齊出去啊？唉，等9日先可以出去玩，真係好悶。好討厭呢啲一成不變嘅日子啊！不如我哋一齊上去天空玩，咁唔係仲好玩咩？贊成！好啊！贊成！呢個主意真係太好啦！我哋從未試過一齊出去玩㗎，今次等我哋玩個痛快啦！於是喺第2日嘅朝早，10個太陽就一齊光和四射咁樣出現喺天空中。今次弊啦，10個太陽就好似10個大火球一樣，佢哋一齊發出嘅光同埋熱，都就嚟將大地燒燶啦！唔單止河水乾晒，就連大海啲水都就嚟蒸發晒啦！農夫冇辦法耕種，漁夫冇辦法捕魚，獵人冇辦法打獵，有好多老百姓、動物同埋植物都被活晒死。天上邊有一個年輕英俊嘅大神，佢叫後羿，佢係一個神箭手，無論佢想射嘅嘢係大嘅定小嘅，只要佢一開弓發箭，都可以百發百中。我哋就嚟死啦！有冇人嚟救我哋啊？10個太陽真係好恐怖。後羿見到嗰啲人生活喺一個火熱嘅困境裏面，佢心都好不忍，佢想射晒10個太陽落嚟啊！後羿翻過咗99座高山，越過99個荒漠，嚟到東海邊，登上咗一座高山。佢拉開神弓，瞄準天空上面火辣辣嘅太陽，一下子就射咗9個太陽。當後羿想要準備射最後一個太陽嘅時候，佢突然諗到，如果將最後一個太陽射埋落嚟，邊個繼續照耀大地？邊個繼續帶啲光同埋熱帶俾啲老百姓呢？好啦，我留返最後一個太陽啦。太陽，你要安分咁樣為萬物同埋大地貢獻光同埋熱，唔可以偷懶啊！知道，我唔會噶啦。從此以後，太陽都會東升西落，溫暖着人家，大家過住平安和樂嘅生活。後羿真係好好啊！如果大家都多一點嘅關心，世界就會多一份嘅溫暖。多謝大家。